疫情严峻，在持续暴落雨之下，水情同款严峻。根据水利局长表示，淡市水库的蓄水量持续偏低，包括詹文、乌沙头、甲南华三座水库只剩6600万吨，以溪南地区一天用水量需要30万吨为例，再次呼吁民众爱节省用水。现在目前真武、乌山头跟南化水库三座水库的蓄水量，那目前大概在6600万吨左右那也确实，现在目前这些的水量的部分尤其是在南化水库南化水库这几天的大概它的蓄水量大概是在800万吨左右。那还好，我们昨天这2天大概在山区，在南化地区大概有一些降雨的一些情形大概像昨天最高到累积雨量大概有70毫米左右从我们的这些蓄水从水库的水量稍微有一些提升，可是就它的一些蓄水的它现在的蓄水量的状况，依照目前我们整个供应，我们西南地区永华6区这样加上仁德那个归仁跟龙崎关庙等区域大概它一天的用水量，它大概有接近在30万吨。所以以它目前的一个蓄水状况来说确实对我们的水情是稍微是有一些严谨。那当然就是说可能我们大概也希望老天爷能持续下雨之外能提供我们的足够的一些的蓄水的一个供应的水量之外呢，当然在呼吁我们的市民朋友多加的节约用水。对于天公伯无明显的雨，民众拄啦欠用，其实市府透过水资源中心的放流水以及建造工地地下水开放予民众取用，嘛是重要抵抗旱灾方法。在市长这边的指示之下，我们台南市水利局大概也跟公务局等我们相关单位也去到我们看我们现在工地的一些地下水是不是可以供我们的自来水或者其他的公用水的一些使用的部分。那目前呢，我们也前阵子也去看了归仁一个家展那个建设公司的一些它的一个工地。那目前呢，它现在一天的出水量它投入到我们的自来水官网一天大概380吨那接下来我们在善化雨城的建设工地目前大概也有一些大概有400吨的一个用水也可以投入。那接下来我们大概也有再去找其他的工地，陆陆续续可能我会在5月底也会来投入我们相关的一些设施来做使用。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水质中心，也就是所谓的污水处理厂。现在一天呢，大概可以提供16800吨的一个我们处理过后的放流水来供民众来取用。那现在经过我们统计就是民众使用跟我们相关厂内的使用，一天大概还有3000吨的用水。那再加上我们树谷园区的部分的取用，还有我们现在永康提供一天至少2500吨的再生水，目前我们的目标的取用量一天有大概6000吨左右。现在目前的未来供水的一个情势的部分，现在在那个中央那个南水局跟自来水公司第6区管理处共同努力之下当然目前都还是在我们的灯号都还是维持我们的橙灯进行一些减量供水的情形。那市长这边呢也嘱托我们这边水利局跟自来水公司第6区管理处这边是不是来协商，未来是不是全区能尽量朝向能减量供水，不以进行公务停额这种方式那这个第6区管理处这边大概做了初步的回应那他们有很多的一个方案，现在目前也报到中央，那最后会依照中央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应变中心的一个决议来做相关的办理。那刚才有特别提到，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些方案，都会在相关的评估作业中。水利局长表示，到目前为止，虽然欠水，不过台南依然是减量降水进行，也未到供应5天停水2天的程度。而且大家在关心防疫、勤洗手的同时，也会关心水情强度难关。台南新闻军及张硕维采访报道。